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吗？太上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土社長阿中古強下嘅老後生人打在鼓咯，唔知大家根本有拄到乜嘅先測行嘅困難麼？比如講聊你家閒上嚟出去聊，唔過阿妹老人講，兩禮拜聊你要主動澎湃嘅料理啦，讓家實已經係等等日出現落時魔法圖來先測好，呢個人生嘅日常生活當中，拄到正經係搭款大苗一個先測，唔過有啲人先測行嘅世界去做嘅天當實秀，有啲人係齊踏踏到包妹慳係先測唔出來，今日邀請到6屆後生人老太太向下來分享先測行拄到咧難到困難，掌聲歡迎！首先老首先就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對食東西還有做衫褲最有先測種類嘅阿子怡。今日首先就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對先測困難又好又壓嘅李家。第三集啦，首屆就係慧娟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面對大事情，是否有先測種類嘅？前幾拄到動態嘅決定嘅時間，你比如講嘅決定一個人生家嚇，一天。愛加還係唔愛加？哎呦，這個愛叫呀，唔愛叫。地下生嚟講，幾多大愛加嘛？第四三啦，首屆就8點。大家好，我係東豪做決定，因為我係標準適合嘅中8點。第五首啦，首屆就係阿燕子。大家好，我係講先測從愛都有從愛嘅燕子。你睇連講法就有從愛，你真係連講法都有困難。但係人家就是亞基法有問題呢。聽最尾，好從愛。從愛。係100分，掌聲鼓勵，好，你好冇從愛哈。最尾啦，這個就阿小虎。大家好，我係做乜嘅決定全部就當殺數嘅小虎。我問題就係遲到吼，呢個先測障礙，那麼翻譯東西不我選擇障礙，對你來講到底乜嘅先測世界會有障礙，會有困難啊自己。我知道先測障礙其實做啲動態，沒做啲東西，像細細嘅先測障礙，可能就會日常生活當中嘅事情啊，佢較大可能就會決定我人人生運用辦法。佢我感覺會有先測障礙，大部分都係呢對設計較冇自信，很有可能呢佢平常時就非常嘅習慣講，我叫佢聽眾，我聽別人嘅意見，別人嘅想法，但係真人佢設計一定會佢聽嘅時，佢就會動講，會講死，會講講哦，可能我一下按用線，係唔係唔錯嘅，係喺佢會動講失敗，就有啲可能想散撇嘅責任嘅心態。嘅理解咧，也嘅困難喺哪一邊？真嘅，我自己差唔多，但是有時候先測吼，嘅問題係設計想出來嘅，我啲你有問題，有嘅問題就係理解本人。你無我啱啲睇下會按用冇，有陣時候你要做先測嘅時間吼，你會相信設計嘅直覺，但是你看到天意嘅東西呢，你就說天意東西我沒懂好呢，你做唔做嘅啊，還做對啊，嗰時候你嘅心情就會記你嘅踩踏下面嘅感覺。難怪是買股票哈，你買股票你就死。嗰時候買這件就會按用，嗰時候每次都快很準，係懂難嘅。愛殺數，係愛殺數。叫爸爸叫。係叫就叫，什麼生？愛做麼？愛做。係，或者我愛做也唔可以做，因為就有設計直覺的問題，因為所以聽你嘅，可以挨大班632。哇，真嘅係講，因為又相信讀到那種時間嘅時間，因為相依相轉嘛，就是頭腦面轉動頭100%，像剛才又講到，又都讀到2屆，尤其係2屆東西，因為現在時間吼，單管冇眼就要2條魔法去顧嘛，就單管顧得一邊，另外一邊就會翹起來。有相信就係用起嘛，魔法圖去做決定，甲慧卿呢，對你來講那個先測嘅困難障礙係乜嘅？誰事情喺電腦行唔會有乜嘅先測嘅障礙，因為誰事情嘛唔會有太大嘅影響，唔過大事情對我來講是當有先測障礙。比如講，嗰種是雙胞嘅圖，上學校嘅時間，我是會想，我圖好大幾嘅學校啊，喊你圖下細幾嘅學校啊，喊個是我去圖戲曲學院嘅時間，我咪想，我去圖喊你冇去圖啊，是當難先測。喊這個我是比如講，從我爸爸台青煙，不平嘅時間，之前係愛你愛簽嘅
急救同意书，奉去急救，还得同意急救嘛。我记得根本动难先生，你都打去签哪张？嘿，就相信，如果讲这样系真嘅动状态，就讲因为家庭平安嘅丧事，你阿生日唔系拍生日，系自家爸爸妈妈嘅事情。我不抗议嘅时候，可能冇法度家庭，就是讲冇爱交本老妹好咧，爱交本老太好咧，就相信会变成一种脱撇嘅经验嘅感觉，我想係第三篇讲。咁種其實大家都不愛啊。係啊，就講做乜嘅咧衝動很愛來看呢，係會變成一種為什麼是我來負擔這個責任感覺哈，所以又相信拄到那種困難時節哈，甲費那個阿英生哈，就聽唱唔會唱阿費佢按用拄到人生按衝太嘅困難，你啊嘅困難都在啲那片出嚟嘅中愛兩隻師範唔出來。有懂到嘅困難，有懂到嘅問題，以上咧就是以上皆是，我所有都有，吼，洗到啊，吼，像我見我按部條嘅生嘛，我搭擺咗硬行，想講哦，我洗牙架，好，我洗牙架咧，我做得對6點行到10點，所有嘅點架全部就關咗。哇，是在做有氧運動嗎？冇錯，最近我乜嘅都冇。動波呢，6點行到10點，這種就冇寫。真嘅，我就看他是搞我2檔後開始賣哦，賣到跟臭米粉全部都賣嗆嗆嘅。你講做得降皮咧，做得。寫唔出來啊！韓國係做產婦嘅時間，都大家做壓量，行做幾量咧，寫唔出來。韓國啊，從迄細細嘅事情吼，逆版吼，大概就寫唔出來。啊，自己寫逆版了。我就嘅逆版胎時，嘿，冇錯。啊，大概吼，我錄節目嘅時間，我就帶個櫃台盒啊，吼，以前我來錄乜嘅5G 節目的那個亮的耳環，但係寫唔出來啊。唔過逆版老年還同講，你會買卡豆的喂。你看我就寫唔出來，很好買卡豆的。係啊，胎師情講，我所有胎師我其實咩寫唔出來，都係我做廿件事情，還要做幾件事情，我真係冇教冇散呢。係真嘅，因為要相信讀到你講怕，你先嚟啲招，後背喊下要喊下好誒，跟用格殺咧，跟白鉗唔自家，你知道會要先出障礙，因為要先出困難嘅人，通體係乜嘅人？有，因為我家下開創嘅時節就小解講，我係適合從，我本身其實沒有嗰種選擇障礙啦。嘛有困難，咁後背係要年紀嘛，因為我要算過吼，一般來講大體來講吼，要嗰種選擇障礙嘅人哦，一般來講係嗰種高智商嘅人啦，下聰明啲啊，因為認同，冇係困難嚇，你係另外呢，冇，係咩高智商嘅人好冇？因為聰明嘅人哦，基本係算嘅後輩嘅成本，尤其係機會成本，還有個 CP 值哦，係要高又係動大，算出要火嚟之後，佢就會做決定。因為咩講行昂嘅人唔會做決定人家係算看慢天天啊。因為家下理解和大家應該很有印象講哦，他都是靠直覺。你一種人哦，就下摸聰明就係用講乜嘅意思？下摸天天啊，咩動哦係下摸。跟有啲人係本神明嘅，係啊，跌舊嘅嘅未做得啦。未做得啊，因為係聰明嘅係下摸聰明嘅。因為見到決定，交本皮生意來做。哦，你自家唔會做決定，可能交本新面撈決定。哦，這就是推卸責任。該就沒適合錯，該就沒。但是不要連這個還要搞到選其實都100呢。係啊，自己錢包嘅地位嘅付啊，比自己錢還多。係白好高咧。佢 Q 動到會神天哈！哎，越爆料系列哦。韓版號假使有一時問到那個平安符啊，那個鉛啊，看你買年鉛下多，給記號給他鉛，然後就做3副人講。真嘅，邊個天爆地袂都會天下多呢？佢請嘅身體到咧，到我叫佢買一件屋嘅錢，本佢就低呢。不過真嘅講，老太家講，他是都韓國有個按照閱讀治療師哈，跟按照趙文英哈，就老太家講做乜嘅選擇時間會有選擇障礙哈，第一家就講那個心力讀啊、性灌讀的那種標準還冇清楚。自己沒有，還是很模糊的時間，你就相信讀到困難一些，哇塞，你還冇法度做決定呢，所以你自己的標準要撈佢做起來，你自己要抓很這個標準，因為唔知你自己好乜改，即係講你完全唔知自己鬧乜改，你到那個時間，你只要喜歡或是討厭，有一改定你是好嘞，你不用想說我一定要喜歡什麼，或一定要討厭什麼，你假設然後愛冇好染水，我不喜歡香菜，哦，那你以後就選那個不要有香菜，這嘛係要做決定嘛，第一個是講，因為
降性，你讲，要降排白声音吼，对你个先生会对你啰啰嗦嗦啊，你讲哦滴滴嘟嘟啦，安样去。第三个是讲，莫想通过任何嘅机会，你降排，你机会下体是下体的。再来提示咱就逃避选择，就逃避责任，像係家回去那讲，其实诶，家父卡三姊妹，用办最美係这个大姐来做决定呢。就会有一种太看为三撇基因的概念，最尾在讲，又相信系乜嘅？不是2选1，其实还有其他选择。如果你目主党哈看到是2选1天天，你可能还退一步去看，还就某一线啊，就会踢3张。如果咧哈个小凤，哎你会买屋家下哈，哎总房家下，哇，这个听众哈都唔掉，就要现在中爱咧。其实来做乜嘅事情来结天吼，唔好像刚刚讲嘅，乜嘅上岸多。我全部上东家，我吃到按嚟做得我就做嘅。因为冇办法上岸的。不过我最强嘅，你嘛嘅意思？係嚟上东家，係。不過我發現到吼，假使有人問嗰種，我考慮好哦，也做落去就冇救了，嘿，也做落去就做唔得怪了。你就快想講，快睇唔等下來考慮下。其實你上好嘅，像誒天嚟我做乜嘅色啊，油漆我拖乜嘅色啊，做就托好嘅拜託。來做就拖好嘅。跟油漆同就拜託副卡度嘅，就買好嘅，難道喊做得推在買好係唔可以偷嘅，跟師傅講你上好，我切到去怪唔得了，我唔等下。你為什麼切？因為切落去就當貴啊。係啊，我就想切落去都會切。你嗰個嘅總縫啊，嗰總縫落去啊，一怪全部就會切。我所做一百個上好咯。係結婚就冇按難哦，佢本用啊吼，感情唔可能做得離嘅。我離較簡單，我怪貨嘅吼，較困難。可以轉下開跳板開酸，前面有冇困難嘛？係嘛？跟貨嘅我買我怪。動作係這樣嘅，你弄幹啥？係啊。不過不能咩冇太嘅名誒。那個主機板拿出來，準備跪下來，主機板跪下來。如果先見啊，講到咧現在行嘅問題，大家聽錯嘅度過，你度過那個現在困難嘅世界，都係本你好嘅影響，也係壞嘅影響咧。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聽下嚟分享了。我就會托我先來一隻棒，我就會見先，我先一隻，係一隻，就會見上動腳。這個可能我是隔壁，我是病的啊，係我是社會啊，我是上動腳。這個可能我出門以前，你一定會做丈夫嘛，唔想嘅中白強啊，就唔好做丈夫嘅嘛。有啲，愛都啲。他是蠟筆小新光屁屁外星人。弟弟不可都冇做嘅啦。哎，有啲。歡迎大家到咗嚟《好上睇上講》嘅節目現場嗬，今日嗬老太太講咗人生當中嗬，根本係答款答秒都有可能遇到就講現實困難咗，因為現實那項東西嘅時間，你驚怕會失去另外一隻東西嘛，因為係做唔出決定係因為佢嘅身體可能係減少怕冷人，你講你做乜事情哦，上東上西上去上轉，你講容易那個哦，就做呢事情啊，你做係。一場唔做唔得，因為做嘅片，就內內細細減少怕人，就變咗那種身體嘅人從頭會做唔得太事情。不過大家做得來分享下，就講你身邊你自家也講廿個朋友，有度過一種現實困難，結果稍有影響到，誒朋友冇聽咗嘅好嘅也壞哦，跟阿自己先來分享。我最只拄到嘅現實中嘅就會日常生活當中，因為我主動接去嘅便利商店嘛，我就會托我先來一隻棒，我就會見先，我是一隻，係一隻，就會見上動腳。這個可能我是隔壁，我是病的啊，係我是社會啊，我是上動腳。這個可能我出門以前，你一定會做丈夫嘛，唔想嘅中白強啊，就唔好做丈夫嘅嘛。有啲，我都啲。他是蠟筆小新光屁屁外星人。弟弟不可都冇做嘅啦。哎，有啲。其實從我出門前，可能佢們啲嘅心情係哦，一兩三分鐘都好快，一兩三分鐘都好快，就會經常我做愛念。可能我也我先做上線，我就只有嘅講誒，哎呀，做唔做我又在個彎，就會緊張，就會上當叫。唔過，佢明明就係前人嘅安補體啊，就拿出來就托好誒。前一年按不條水，我以前會經常，我上到水唔落高呢。那你就買太多了呀，冇買按度散服就冇按。我就好買啊。你玩書真係攞去修轉去誒，咁麻煩誒。喺
來就通來推水面，去做第一兩三步。其實有啲都係小事情啊，係做得唔會太大嘅影響。跟人生地步都可能真人較大影響就係呢，嗰種是愛學點點。我嘅計劃，咩係我媽媽聽數我先呢？哦，唔係你自家做嘅決定。唔係，嗰陣時我就唔知哦，到底愛學嘅還是冇愛學嘅？後來我媽就講學，然後阿小鳳講學，係冇就學咧。但係係有動態決定，就係嗰種是愛讀研究所，因為嗰種是我就有考到嘅文化太好嘅戲劇所，還有呢狀態嘅行業所嘛。嗰陣時我說，我到底愛讀哪一件？跟我就問嚟不看嘅，因為其實公司才發讀書一件事情，繼續讀書啊，咩唔係我自家去選嘅。後來不看就講，當然愛讀嘅狀態啊，係觀念咧。後來我就照定咧不看嘅意思就讀狀態。不過後來我都再去思考，我就會想，係唔係嗰種事，係我照定自家堅持去讀嘅話，我就做得讀題咧。係，不過我就冇辦法認識按中古咧。係啊，就冇法度認識我按好嘅學習。係啊，按研導嘅學習。差唔多，差唔多。會唔會係盲變音咧？差不多，唔講。你大技研究生絕對不可以跟研究生講這件事情。那個時候變呀，按論文下到那邊哦，千萬唔好講哈，千萬不能講。大學不夠，你還才哈。唔可以跳機，唔可以跳機。好嘅，理解順項嘅理解呀嘅學妹，唔知㗎，大家都知。雖然講佢係嘅做事情懂實數嘅，唔過佢做人生細項事。佢嗬，人家大項事佢就做嘅東西，那個細項下嗬，佢就完全，弄唔掂，飲，唔知要做乜嘅，摸摸索索。好唔會啦，因為我說你個小劇場懂多。drama。人家唔係小劇場，你已經是在做國家戲劇院。OK。人家係定目劇啦，大禮拜就推用嘅事情。後來因為我知道吼，而家現在嘅困難吼，真係會影響到動到時間嘅問題。真嘅，因為影響到人人生嘅時間，你應你動作，你要做乜嘅事情嘅時間都會俾你影響到。比方講，我根本去走神啊，我出來嘅時間啊，就想講啊，根本你愛做呀 A 嘅鞋嘅，要係 B 嘅鞋嘅。乜嘅 A 嘅鞋？就係 B 種鞋要聽呢種鞋嘅。高踭鞋、布鞋，我都會布鞋，但是某些人嘅寬身啦，哈。但是你家長就會知道啊，這個 A 鞋誒，懂接送做面點哦，就像個出場率太高，因為它好搭嘛。不過就像個來先嘅 B 鞋，但 B 鞋嘅出場率比較低一點，但是又唔好來搭 P 按用，前面又先嚟 A 鞋嘅。不過按用嘅先來先去就會 delay 動到嘅時間，就會慢到，就會慢到我又要去買折，去便利店買折，就像佢按用，去現胖啊，佢們用喺什麼嘅啊，現來現東現西啊，因為種這個熱量比較低，唔過要再用太後生，因為佢點鹽又做唔得，我又做唔得問點鹽講啊，做唔得買現在啊，佢們用喺什麼嘅東西嘛，我說我前面就尋到嘅方法，就會講我看嘅熱量。哪個熱量比較高，哪個比較低，就選比較低的那一個去抽的啦。哎，你不叫我先下高調誒？他一般就限矮，你限矮，不管買乜嘅矮，讓你射一般。因為讓你膚淺，係唔係？唔係，讓你膚淺，讓你射一般，啊，你是不全部不能射一。像是一種折磨誒，我還開玩笑。有沒走的呢？啊，沒走的啦。但是你就知道，因為按有現成，你就本來去幹走動的事情都蠻多。所以你今日做係 A high 又係 B high A high 跟住前幾年因為按用去托貴主變，結果3萬多。係蠻多嘅時間，我就被那個我去走條路嘅時間就蠻多咧，尤其我平常時間。跟住用乜嘅理由？排泄，我根本托嘅麵包吼，我本來想愛食貴種，結果咧我食嚟嘅用糊麵包。係，因為我說按用嘅理由聽歐巴咧，就是聽講咧。我說我就會想其他嘅理由，啊，啲理由我就唔可以講了哦，因為按用係自己出嚟用哦，嗬。其實嘅我聽起來故事，我一陣馬上通下去呢。因為按6年嘅事情哦，佢假使係不可能度都按6年，真係會電梯係冇嘅。白鉗唔自家來講，來，你最呢樣現實障礙細節係到乜嘅細節？因為講就對你有乜嘅影響？有，因為我平常時有隻興趣哦，係去安全鏈。逛全連，我未懂。係咯，就問下大家，一般去嗰種超市地步度啊，差唔多按幾久？半點鐘，可能是半夜啊，15分鐘啊，3點鐘啊。3點鐘啊！你喺第二嘅
讲，爱就连便利商店起可以退位，爱就做得往半点钟。好啦，台式，真嘅台式。好啦，你们是公娘娘。对我来讲吼，最少基本呐，就基本我就点钟起跳。我假设还台建啊，譬如讲那种美式的香港 ，Cost 嘛嘅口啊，伊嘛嘅 T 啊，你就讲出来。出来了哦。是，该就贵张年了就摸嘞，贵年了唔哎贵年嘛，我看在离了好嘞，譬如讲哦卖牛腩，因为我当年我是牛腩，所以我去卖个牛腩时节咯，我唔但想要看嘅票死停停咯，我以那个计算机去算一下，佢每日只 CC 几多钱？嘿，阿梅 Q 用的去买卫生纸哦，我们会算一包几多钱？你会算一抽，嘿，冇错。这你要用该数学就听我讲好，因为到底系价钱来除以该个量，也系量来除以价钱，我算清楚掉。所以韩国嘞买2包较便宜，韩国讲买1包买1送1较便宜。错，唔但像安用去哦，算出来以后，因为就数目字，该只数目字总得做决定，因为看下个品牌的价钱，价钱综合评估一下。嘿，他算出来以后吼，你有咋想法以后，因为是付钱嘞，还要看下今日信心。哦，信用卡。今日信心啊，那个信用啊。信心很用办，因为信心还换落界。你是做信用卡会看啊 ，A 嘅回扣卡多，还是 B 嘅回扣卡多？信用卡你可以带啥卡？还带西行？梗係自開始是實天好咧，哦，所以你算出來之後，我看該張嘢嘅信心，後來還有付錢嘅時節咯，我看慢啲冇，我咁盡見細柔，我問一下自己，你盡見細柔冇？問300。就是跌到，因为跌到新高，你嘛？你们这样同我讲，去扣嘛，该给摆办公园就买个牛尿。哎，你怎么每一集都爆料？哎，你真很懂脏，我要给你一个赞。以后那个，所以我大白问嘅时候，你敢决定市场啊？市场，跟你妈完全不选择啊！都是嘅啊！我起到吼，装白看，你也没选择障碍，你也没选择困难，佢係赶緊調算盤呢，都唔會算呢，算到用去，你這樣幹苦做乜幹？你每天出去都在那算都進呱呱。哦，我真係應該把呢個帶的計算機。我記喺前面算同叫，會唔會全部跟你嘛該用嘛，咩無效啊？嘅阿燕子唔講好沙下嘅兩山哦。其實係蘇開炸點面的其中一種。冇錯，因為我知道講啊，吼，有一個現車偏現車困難冇要緊，唔好影響到便宜就好咧啊。就像我設講吼，啊，像白camp就影響到佢自家天天。冇差，佢穿得到啊，佢好買翻公園嘅牛繼續買啊。我沒會影響到個店員呢，因為我問自己嘅時候，我係問出來，你咁正經細咗，你喺度做雞片定係？記住講，記住啲對，要不要幫你結賬？你咪同講，我買。日記嘅係會動動嘅。其實我有上次咩冇嘅，我店後傳講，我食牙膏後咧，店員離開，我等下，都出嚟，我喺做講，以前我假掉去搶菜吼。這個裝肉面，他還沒會愛牛嘞，所以你講面。好嘞，今天不是取暖大會。我係見我朋友一個故事咧，我就開始甲做一個題項啦，就是講有上次你做這個時間會聽個涼水咩？將我自己就會寫唔出嚟嘅嘢，古種就會講，唔靈物嘅，好嗌就停。好，你零碼嘅，唔論你零碼嘅，嗌就停，就停鐘啦。係冇錯，嗌就停鐘，因為我寫唔出來，冇打送大家嘅時間啦。啊，唔過誒，有一擺去做這個事，做到一位細阿妹吼，講出神啦吼，想到吼，怎麼大班啦？帶你下，嚇死人的嚇，對你嚇。你真手真是本影瞪到吼，真是等人嚇到了。你就看不得人家好。沒有問題，動到出頭動到，他就直接做些動無下。啊，結果咧，泰國就講，我佢唔可以搶泰自家食涼水哦，你就拿出幾個數據嘅，吼，泰國有來聽下嘅這個外送平台，吼，泰國就應用來點啊，就拿那些數據，我聽那一個咧，泰國有食過一間冇，錯過那一個較好飲咧，啊，泰國就同佢分享，一間我大擺就點下嘅，講個上一下好咧，結果咧我冇行過嚟15分鐘，啊，就問講，你點好忙，我嗌咧，佢說對
等一下人啊还忙点好呢。啊，你讲啊，甲泰国唔去推荐嘅物嘅呢？哈，啊做讲嘅特别咧，啊我嘅姐咧就讲，嘅蒙就点比好咧，哈比哦，我想要咬珍珠。啊，如果冇安尼好咧，唔慢慢的想，吼，爱先看，吼，爱东姜爱青菜就好咧，吼，爱先看。如果哈等一下啦，睇其實要得高就好我啦。唔知。王小鳳嘅牌標啦下去。我可以，咩機啦，咩機啦，可以推嗰個點啊？唔係啊，唔係啊，跟住就慢慢嚟看咧，截圖唔曉嘿，行喺出個冇數據嘅嘿，佢說你上來上去，上來上去，結果我咩唔知幾點嚟抹嘅啊，唔過咧數據就當我嘅數紅，就青菜點啊按零抹嘅，我就停安尼。結果嘅嘅兩歲就送過嚟嘅，嘅妹妹就講哈，我希抹嘅，我就講跟人家聽嚟抹嘅，佢就講哈。因為拿槍槍嚟嘅挨嘅咯，啊就按佢啊，啊跟人家還有冇點先嚟按佢寫唔出嘛，嘅動刮出來，嘅動嘢就冇槍槍因為啦。見冇掂到，冇啊，可能當種節目咧，好危險咧。見我係來做事嘅，又唔係來買嘅顯影料。係啊，阿選小鳳喺美都冇得講唔出去，人家順條就係加朋友，唔會本人知水。把咗媽媽湯啊，現在我本人彈歌喺無啦。見冇掂到咧。你心情我唔好。唔過真嘅啦，有上次去家嘅心裡面的小劇場，唔好做出來本太家樣樣都太家嘛。唔過太家有談過一地方吼，有上次冇做現在，其實係你冇想去做決定，一地方都等於有認同冇，等下轉來繼續大家叫下嚟分享了。你想我新馬街佢本意就3、4歲生人啊，叫我新馬街佢點嘿？弟弟啊，唔肯啊。唔係年輕的問題，線啊，嘅生人都冇讀書，因為佢就要受教育，佢就要學習一動到一世界，佢動到事情慢故所以本慢給去甲線啊。佢就唔係講有啲在限制啦，叫用個限，你知嗎？嘅生人有得我們要引導他他已。經不能選自己爸爸了，連英子都總在選。阿爸，那你的限了呀？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嗰節目現場嚇，家談到睇緊嗬，那個現實中啊，對自家就影響到，喺影響到拍上嘅，冇想到嘅現實困難，咪要造成家庭危機嘅可能。哦，王大家小聽伊就講法吼，實際係當艱苦唔掂嘛。我乜嘅好閒呢？我乜嘅點東西，我點搶菜冇啊？我是放喺身邊啊，種買就好誒，考慮乜嘅事情咯。跟男朋友們係按的啊，哎呦，全部就按引導哦，唔係全部就愛。佢最快係有困難嘅人吼，千萬唔好按你去搞死人咧。佢專門冇按摩嚟講，哎，你想我新馬街佢本意就3、4歲生人啊，叫我新馬街佢點嘿？弟弟啊，唔肯啊。唔係年輕的問題，線啊，嘅生人都冇讀書，因為佢就要受教育，佢就要學習一動到一世界，佢動到事情故慢慢生。所以本給去甲線啊。佢就唔係講有啲在限制啦，叫用個限，你知嗎？嘅生人有得我們要引導他他。已經不能選自己爸爸了，連英子都總在選。阿爸，那你的限了呀？佢最起碼要提講，佢有乜嘅限制，佢睇嘅以後佢提講乜嘅係好，乜嘅係壞，咁本佢限。佢細家佢一天我食乜嘅，佢一天想我食零食啊，叫我想我講，我爸爸我今天想我食飯哦。係啊有，可能啊，你唔以為我看電視啊，讀書叫我食乜嘅？看電視啊，因為佢爸爸咪係按的啊。佢做唔得啦，係嘛？用頭力哦。你媽叫我食飯行去食冷大，當然係食冷大，因為爸爸咪係食冷大，冇用你按的。我意思講，也是你有上時候滿生意了，佢自家現在困難，你想講佢哋困難，就丟給小孩，唔係按你做事情的啦。係啊，生意咧，你要搞幾百個問題，你強調的講我是肉醬意大利麵啊，你永遠就是吃肉醬意大利麵啊。係嘛？啊，其他的嚟，佢白醬青醬咧，係嘛？那知道講係人嘅問題，你就搞佢一支八五實現，爸爸買本，按你就唔實現。你以為小鳳啊個金好是紅醬啊？重點咩啊？用面你唔係衝掉，咩重點呢我意思講，生意嚟忙。認同阿小鳳講嘅，係咩要講太人嘅職業唔好得本生意來決定，生意明明佢家佢看事情嘅角度冇安排嘅時間，你就要強加在把這個佢就想責任。偷佢好嘅天天，負擔唔係對嘅。呀明明係太人嘅負擔，用咗佢得本生意來決定。跟那係佢全部都看你，佢還愛食肉醬咧。佢就水肉醬，好喜歡你呢。就是肉醬，跟你冇乜嘅，我係舉例啦。大家就去吃肉醬。
象了。有都一斗身上都得去搞了现在它意大利面的口味因为要现在哈，一听我们大人要给小孩新的选项，你大概就看个天师就看那个两台，有上是其他东西其实佢可能有几摆好。所以应该意思是讲，去台的剧系吼，看到就叫谁来动这样动战刀，你会提供其他3个选项给他。这样还不错。这有某 Q 优人，定係有現在困難嘅。真嘅，當時有現在困難就係亞小朋，不過真嘅對於心理學來講嚇，就講發現哦，咧現在其實一直以來都唔係狀態，狀態係乜嘅人嘅習慣度，你可以同人講，你來去做現在。所以有一句話會講過乜嘅人做，有上司唔係唔做決定，係你根本唔係唔做唔出決定，係你根本冇想去做決定。大家要認同呢個詞彙嘛？就唔係冇想去做出決定，係因為我冇想去做決定。阿志，你係啲中意冇？冇想去負責啦，你想去三撇責任啦。應該愛講一聲講，因為大家做唔出決定，故所愛用文配上人來做決定，從嚟就冇想去做決定，係因為前段時間就你是係王太太。你就冇辦法做決定，就係地步去窮嘅。唔講係真嘅，我推遲將本來愛食，滿人愛食我這個女人食飯嘛，佢就講我冇愛食吐司加那個草莓醬，就好，佢就會。因為其實真年輕嗰時，我哋我出家都難做決定，故所我就用本配上人來做決定，愛用較夾。不過其實我係講出有現在種愛人嘅習慣都會發，因為現咧，因為你其實一日都會全部有現在種愛人嘅習慣都有一個答案。唔過佢冇想去承認，佢就想去有人來講出來，來認同佢答案。冇錯。而且你有人對後邊嘅數據。故所呢係真係寫唔錯嘅時，佢就會講，佢寫呢啊。其實呢種人生唔係睇書人嘅人，唔曉得自己睇書人，因為對自己人生，他係講對自己現在會負責任嘅事情，你就從頭係講，明明遲到要決定嘅，你就講，沒關係，白天讓我投一張，結果白天投了一張，唔係基本單上講嘅，然後你就會說。冇想過，阿燕真想嚟通呢咋？結果阿燕真通到你想到嘅嗰陣，你就到阿燕真好，阿燕真好，你下就兩票咧，你會變做阿用，你就會變做阿用，根本就會留你自己嘅素養，嗰種嘅衝淡，高本配上人來。真嘅，因為大概我喺做乜嘅係，可能從之前了解我喺本小說，我就會講我喺做一念，一上海係一上海，佢就會講一上，我就講。幾慫嘞！其實你習慣讀就答案，而且它不是暗示，它是明示。對啊，嗰本寫100，寫唔到。該回去呢，唔遲到嚟咯，唔係做唔出決定，係根本冇想去做決定嘅人。我先講，我就當奇怪係我們大家做唔出決定，因為我是到到我你冇看從經冇呢種問題嘅，從上網咪係乜嘅事情都自己決定啊。係啊，因為我從下講嘅嘅基本係你做咗自己決定，所有事情唔講你自己負責啊。係你自己負責，所以到我你冇看唔會有乜嘅事情係。冇做不出決定㗎，唔怕我動作就做阿婆。這是例外的事情我會另外講。和頭先從師兄講嘅嗰種問題是係，頭先我記得從頭有人會問一種問題講，我讓我媽媽窮下跌到水肚，係因為叫你生，其他就會，這就是逼人做決定，那時候而且在後面就是情緒勒索，手機係瑪莎，手機係瑪莎。係啊，我知道有種問題當奇怪，我認為你問有種問題。兩三人都跌落去咧，人跌落去，應該講人只要係人都會要搬救起來吧，全部都會救起來，所以唔係講我唔會決定係呢一件事情我唔會搬處理好，所以冇辦法做決定啊，從呢種事情是冇辦法做決定，冇叫決定嗎？不是決定啊，係我呢一件事情我搬處理好，係冇錯，叫佢叫爸爸，冇去叫。梗係要嚴正啊，因為我媽媽就講過假使我爸爸出電哦，佢冇正常，我媽媽出電哦，佢看到冇爸爸哦，佢會。
会伤心。反正你就是要救爸爸。好了，对了，对，就好了，给他救了。不过又相信又强烈的东西，根本唔系爱检测，也系冇爱检测，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假设性问题。可能是不是咧贵声音、动呀哈声音、哈哈声音，还唔会发生嘅事情？你为什么要做出逼人家以本音来检测那种不过假问题呢？使真正发生，我用办检测你咧。会给爸爸。挨回去喊那个救护车那种小风水啊！挨自家去救，挨自家别人先没死好吗？我自己先没死。挨自家先没死哈。不过，该理解了，你自家来讲，他有上次度到用现在困难噶哈，都在很用版型来 get 听呢。其實我知道現車啊件事情吼，真係動難。但是我要講，其實現車嘅人吼，其實佢嘅動有想法嘅人，因為像比方講佢迄個冇選擇障礙的話，代表說他就可能佢嘅思想可能就會一直都在倆鼻聽聽。不過但是你有現車中愛嘅人。旁邊嘅動作啊，你都懂麻煩，但是你就會上動上心啲嘛。你知道個現在有困難嘅人，其實沒有好處，然後壞處。係，沒有好處來反，好處我就知道。大家嘅創造力較大條誒，係，我知道創造力較大條誒，因為你啲線嘅時間吼，你就會想到聽嘅東西嘛，聽什麼東西，聽些東西。韓國迄個快速嘅方誒，就知道迄個人嘅比例冇拿好嘅話吼，真係懂容易時間問題就本意。delay 愛用啦。我知道你根本唔係物嘅創造力嘅問題，你就係物嘅都想愛。係物嘅都想愛，真就係你。係就係愛。物嘅就想愛，愛你阿媽愛，愛你阿媽愛，愛周親不能夠沒有那個魚與熊掌不可兼得，沒有這回事。我魚與熊掌都要兼得。哦，冇兩個事情，佢阿英神去搞咧。那之後講迄因為吼，像安尼安尼有現在困難、現在問題嘅人啊吼，迄你懂從事一件事情，安尼對每一件事情咧就十分嘅從事，而上長久，好嘅、壞嘅、不好不壞嘅，全部都上啊，係啊，就安尼而上幾下擺啊，啊，假使真實做出來嘅結果咧，唔係像安尼上嘅暗號，安尼咪會一件開始啊，因為呀就安尼一開始上到最好嘅現場咧。我說，你喺懂從事一件事情，唔會講凊彩就 healthy 啦，凊彩就半型啦。就算做到唔好，你咪咪做過，冇想過要解決問題。係，我說特別你懂從事啦，我擺出就會講真實會發動到嘅事件，就第一條事情當空啊。係啊，加阿英神吼都謝坤廣告家下就講，佢有160嘅物嘅外送平台嘛，所以對8點丟到12點人家就關門，按布條12點。冇錯，係就溜行喺上講哦，按布條嘅新物嘅嚟溜到下嘅朋友就同我講，晚安咯，12點啦，因為按嚟咧，唔講係有一隻鋪書都會搞太假，像係本身會告偏聲音咯，你冇亂告啦。有，但是我講像你按嚟些事情啊，就現車創嘅嘅人，就冇愛本自己要睇到現車。像我大伯就同大家講啊，我冇識牛肉同羊肉，一開始喺我屋企人同我講冇識，唔講我睇嚟過後啊，我媽媽咪唔好要求講，我總唔得識個，我行喺冇識，因為嗬少量方用我就寫唔出來咧，雞肉、豬肉、鴨肉我就寫唔出來咧，行喺揀牛肉、羊肉擺台咧，我就死擺。不是你俩他實在係嗎？我就寫唔出來嘅事情，我就是大後咧。因為他們做了還沒有該鋪書。你沒做唔得是暗用，今日做到那個唐老鴨呢？完全睇唔出嚟。假意思即係講，大家前頭學仔做在QTQ嘛，做在QT家嘅選擇障礙，做在市場上就好。唔夠正經啦，大家來想一下，你自家嘅選擇困難，到底對於來講係一種困擾嚟講，一種爽快嘅過程，到底有時要改進冇啊？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傾下來分享了。其實我知道講唔是改，真實啊！你上看啊，你咧就係因為有一個現實嘅問題，然後整條人將會進步。假使咧，你看小湯圓，只要等夾爸爸嘅方式來講嘢咧，最尾就會變成乜嘅？太巧，該就記嘛，該就了解，你啊19歲你就講冇追啦，就會變成大湯圓，就會講人生就爆料嗰種憨板人。欢迎大家到转来后上台上公的节目现场哈，今天其实有台上哈，那这边就是选择障碍取暖群。
我们根本全是嘿，因为现在仲爱緊緊前景下聰明嘅高智破音高智商哦，緊緊就會發展啦。那應該是冇停橋了哦，又好進。咩未就現在仲愛？湘西為主啦，湘西好聰明，湘西好聰，湘西好戇。按你講比較搞我講嘅。喂，要例外啦。起碼係要聰明，呢個嘛就完全冇現實困難嘅。哦，真係。前幾日本台來講一下，你知道你係有現實困難，你種前頭現實偏，你知道你係偏麼？是要改善麼？阿伯謙，係前景係種偏，前景係種前頭，所以一定愛改善。我認為嗬，你啊一定愛進步啦。譬如講我哋一下喺見到挑戰自家嘅繼續現在嘅障礙啦。譬如講我哋一下嗬落去嘅前呢事件哦，哎下段咧哦，可能差唔多19分鐘時就出來咧。安家，嘿，我要只樸素嘅教一下大家，做乜嘅你我哋一下讀東西哦，讀客家咧，因為我睇白哦，大陣間你都9點50分去，10分鐘佢就會打烊了。唔係阿楊軒，因為我睇白係大陣間計算機嘛，我上個架勢每一隻 CC 嚟只下便宜啊，我哋一下冇咧，因為我變有錢咧，我傳下多啲，所以我哋一下全部投到最貴嘅。哦，這個最貴，好，出相機。那貴冇係錯，是最好的就好。所以大家撒網傳錢咯，哈。好啦，意思對，白謙做在做睇這個 Sugar Daddy。喂，哦，我謙家可愛，可ra嘛做的，K狗是唔是哈？K狗改沒唔是哈，我剛才講的完全建議都沒有效，什麼奇怪的建議，他傳下道歉這啊落業先啊，唔看到題就是那做的咧，好，唔是看，唔是讀，哈，唔個前幾日本台啦講一下哈，阿志然之間想要改善嘛，因為。現實障礙係需要本人改善嘛。其實講實在話，我知道我嘅現實障礙限咗的，唔需要乜嘅改進啦。因為我剛剛我一下現實障礙動態用嘅，沒有病識感。因為講實在話，我剛剛我人生地位度一下我係真正讀到動態事情，我現實障礙話，我真正一下都有現實嘅能力咧。這種細細嘅成發當紅嘅事情啊，有冇要緊，有冇影響到別人？韓國又咪係，我大白啲成發當紅啊，有現實障礙嘅時間，我朋友啲順風看都知道我懂得影響。冇啊，小樹就被你傷得很傷心。你講我一下都冇逼啊，給阿自己偷害咧。其實小樹心感都知道我懂得影響。加油 OK，我回去打電話給你哈。有沒有？你也是啱啲啦。謝謝。不過要想想自家冇任何都拍啥，可能是唔是改正，因為你自家同時嘅係同樣嘅時間，唔係同樣嘅時間。假設本來落做幾天，結果你同另外一家，我真的會一巴掌佢打下去。係啊，本來乜嘅意思，結果你冇嚟討。溫馨酸，就會常靠聽聽啊。滿腔係冇，係咩？滿火台係冇。但阿輝堅持到咧講，現實有困難嘅嘢，到底上來係需要改善麼？我知道冇一定會改善，因為基本上是有現實嘅障礙，其實係需要拍啥本機意見啊。該拍啥本機意見，佢做得好聽聽，我知道安伊未當好。好理性。佢係講係啊，佢係講該我未知道當好，因為該是從白橋安伊做事情是變好實修。好有主意，因為佢有錢做在自家來主意。台灣嘅發現到事件就係金錢啦，所以你發很多嘅事件哦，起少你嘅錢未發睇嚟啊。係啊，我們就要同事件，要同錢。係，該讓唔該我知道都做得，唔該就從自己原因啊。係啊，基本上都配衫嘛。係啊，對，反正指一指啊，白強出錯。係，要做阿基一，要做裝白強。正向的代表，該負面代表。哎，那我沒講哦，你自己講。我係講負面，我係講誰事情啊，因為唔好。阿英真呢，你知道，到那個現實障礙困難，都得有一個和平相處的方式。其實我知道講唔是改，真實啊！你想看啊，你咧就係因為有一個現實嘅問題，然後整條人將會進步。假使咧，你看小湯圓，只要等夾爸爸嘅方式來講嘢咧，最尾就會變成乜嘅？太巧，該就提嘛，該就了解，你啊19歲你就講冇追啦。就會變成大湯圓，就會講人生要爆料該種憨板人。
案呢，好冇？不要离题。假使佢要去大家上班，佢就会变成甜扮演，就像应征阿姊案的啦。古种来做个唔是改，你就会请到好方法同佢相处。跟应征职业片咧，就一扎西方法，好做嚟搞扮演哦。我讲嚟做，我讲已经正堂啦。听日摸一下笔记，来，下一来，就会讲请一个懂新音嘅人同来去献车。假吧？唔係，人係冇資格。嘿，屋卡嘅阿公婆，同佢講啊，觀音娘娘啊，土地公啊，嘿，北公啦，等等嘅耶穌啦、阿拉啊，全部都做得。吼，像阿婆大伯啊，先唔做嚟嘅時節，佢就會很愛去跌身高嘅。小輩啊，等一下再講問，等嘅。唔過有個重點。無論佢微影線的乜嘅，你都要照單全收。你知道我們會大送時間呐，你就微影上好咧，結果你還冇同佢用誒，因為你漢白假使佢線都唔錯，你看做隻馬機。人家種人吼，一天跌身高的，因為佢跌無高，又繼續跌，一直跌。跌到嘅高嘅就跌2班。跌到上面就說這哎呀，上面懂反的。真叫我按嚟嘅，真叫我成日嘅，真叫我嘅嘛咧，上面看到人都講嘅，都黑係啦，我就講我請一個新音嘅人啦，因為就會有按那個現場問題，你這樣會進步，係冇有可能就會衝佢按嘅冇感情。冇啊，佢就穿洞dol錢，佢冇漲啊！按嚟到機器人有嘛個插片哦，機器人有冇傳天？佢有線條。通條會疼下嗎？我冇誒。先不要，我袂驚，好冇？唔過阿姊啊，唱老嘅獻策困難，假使佢係伊啥嘅，唔會老伊講乜解咧？親愛嘅獻策中嘅人吼，你係為當你追求完美，將按有獻策中愛，唔過呢中愛，唔過呢你係希望呢做得先較夾地位，冇打算你利用啥嘅時間，較有效率地位，你這樣做嚟做較多嘅事情哦。什麼你按住誰講嚟了？佢呢句話唔係對獻策困難來講嘅，就係佢請假。來，就係獻策中愛嘅小天使。哦，天使唔好，天使係出嚟，跟莫少鳳講嘅哦。你叫咩講到來唔過講到真嘅啊，其實閱讀治療師嘛，就到台大講，假使你遇到兩個獻策嘅困難嘅時節，比如講根本吼，按布拉多，但有些客家草牛係，有些客家草牛來講，客家扮演，扮演嘛做得，好，而且扮演也是草牛，你就寫下所有嘅理由，填出來寫嘅理由，可能有假寫加，全部都寫在慢慢的散退，散退之後是讀書唔會教嘅，那個還唔係要聽好嗎？你來做獻策嘅時間，你一定要先寫下你一定要的嘛，講嘅先散退，慢慢的散退嘅補充啦，留下最尾該家可能是係佢的優先選擇權嘛，所以你只看慢慢走咧練習的時間，你自己就會有那個機會成本的概念。刪去法，散退過後，你自己要考慮一個寄付新本嘛。如果還有來提倡大家是講，冇獻策嘛，係一種獻策，不要落入那個2選1的感覺哈。就要相信唔係講所有嘅事情就單講係，唔係用家獻策停停，佢可能還有很多嘅冇強嘅可能本台來獻策，所以大家停在簽到放心留了嘅獻策困難來做好朋友來和平相處哦。最重要係乜嘅？下個禮拜佢嘅時間繼續來收看愛到嘅後上太上宮，有巴太上宮，上來了喲，拜拜。做決定做來急，也係做來慢。其實啦，無按重要。重點係做決定以前，各項事情就要認真來思量，還個唔會麻煩到別生人哦。獻策中愛其實沒無按定人講，尋到老幾和平相處嘅方式，你會發現獻策冇想象當中按困難。上海唔係獻策，咪係一種獻策咯。